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5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旅遊地產，看看現在旅遊地產又是什麼樣一個情況，寒意有沒有吹到，或者是遇到了寒意是什麼一個反應。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南方周末2020年7月1號看的那篇報道，叫盛唐煙火背後曲江模式的榮光負債如重生。一看這標題大家知道了，肯定描寫的是報道的是西安大唐不夜城，西安的很多盛唐的那些古蹟那些景点，一到節假日那一定是人山人海，彩旗飄展，鑼鼓喧天，摩肩接踵，人擠人。但是我們根据很多媒體報道，大唐不夜城西安很多景點的它的背後的持有人实际控制人叫曲江文旅，實際上它的經營狀況非常的堪憂。今天我們通過南方周末它的報道，我們來一起看一看。這個南方周末的報道比較長，我就簡單的複述一下，給大家湊合聽。盛唐煙火背後的催命債，西安曲江模式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玩脫的？離職潮背後的曲江神話破滅。經常刷抖音、逛小紅書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只要一提到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園，那畫面真叫一個金碧輝煌、人山人海。我記得那個不倒翁小姐姐是吧，在那邊轉來轉去的，那是必須打卡的網紅打卡點。就拿剛剛過去的端午假期來說啊，曲江新區的景區消費直接暴漲近50%，受一些古裝熱劇的拉動，有些地方的遊客啊，接待量甚至活生生翻了2倍多，暴增261%。但這天大的熱鬧背後，潑天的流量背後啊，誰能想到他自家屋裡早已經是寒冬臘月，一地雞毛。最近有一個在曲江管委會旗下子公司幹了快5年的員工爆料，說在2020年5月份，眼看着自己再熬1年就能簽下鐵飯碗一樣的無固定期限合同了，結果吧唧，人事突然通知你被裁了，恭喜你畢業了，恭喜你被優化了。而且這家公司慘烈到什麼地步呢？短短1年多時間，原本20多個人的團隊裁的只剩下7、8個人，連工資和績效發的都跟亂麻一樣。更可怕的是，這根本不是個例，整個由曲江新區管委會控制的，在資本市場被稱為曲江系的數百家企業，現在都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曾經全中國都在瘋狂抄作業，號稱文旅加地產的印鈔機曲江模式，如今正背負着幾千億的債務大山，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作為遊客，作為網友，作為粉絲啊，我們今兒把腦袋敲扁了也想不出來，人那麼多，流量那麼大，一到節假日就人都擠不開，居然他說他虧損，誰能想象得到？誰能接受這麼一個現狀？今天咱們就撕開這盛唐煙火的漂亮外衣，看一看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大問題。南方周末說，狂飆的曲江模式如龐大的飛地帝國。要看懂這場危機，咱們先得明白什麼叫曲江模式。簡單來說就是8個字：文旅搭台，地產之網。政府不直接賣地，而是先砸巨資把景區建得漂漂亮亮，等把名气打響了，人流吸引過來了，先吸引流量再变現，周圍的土地價值自然就坐着火箭上漲。這時候再把周邊的地高價賣給開發商，用賣地的錢來還建景區的債，順便賺個盆滿缽滿。實際上新能源汽車很多行業都這麼幹，只不過這個是個文旅地產，先把人吸引過來。這套玩法在20年前那絕對是降維打擊。2003年曲江新區剛成立的時候，規劃面積其實只有47平方公里，大概也就7個杭州西湖那麼大。裡面核心資產是大家熟知的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芙蓉園，簡稱6元1城1塔。說實話，我在西安很多西安的朋友告訴我，曲江新城那邊以前都是坟地，当然我不知道真假，有西安的朋友可以說一说。後來那地方都平掉了，開發房地產景區。但是47平方公里哪裡夠玩呢？地賣完了怎麼辦呢？不得不佩服當年的曲江團隊，太有創造力了。
他們發明了一招叫飞地，也就是只要西安市境內有好的歷史文化資源，曲江就伸手過去接管。雖然叫曲江，但是它不在曲江那個地方了，它已經飛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冠名還是曲江，他就過去接管開發。到了後來，評級機構的數據顯示曲江新區實際管理的面積居然擴展到了近430平方公里，就是短短時間翻了9倍，這幾乎是13個澳門的大小。像什麼西安城牆、大明宮遺址，全成了曲江的底盤和資產。有了這麼大的盤子，曲江管委會開始瘋狂開公司。截至目前，管委會直接持股8家母公司，間接控制了整整500多家企業，從文旅、餐飲、零售到醫藥、地產、金融，什麼賺錢幹什麼。旗下甚至一度坐擁6家上市公司。那時候的曲江系在市场上簡直是神一般的存在，接待国內外游客數以億計，旅遊綜合收入動不動就是大幾百億，占了整個西安文旅的半壁江山。當年去跟供應商談合作，人家一聽是曲江系，活幹完了都不催着要錢，拍着胸脯說曲江的牌子硬，後面慢慢給就行。可誰能想到，當時代的潮水退去，不差錢的神話瞬間變成了誰来還錢的噩夢。南方周末說，第二部分叫好不叫座，錢到底被誰賺走了？那我们也很感興趣。粉絲網友那麼多人去西安玩，送了那麼多錢去了，錢去哪兒了呢？大夥兒聽到這兒肯定很納悶，不對呀，是吧？大唐不夜城天天在網上刷屏，那人流量擠得連鞋都能踩掉，怎麼可能沒錢呢？哄誰呢？是吧？是不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就是標準的叫好不叫座。我們來看一組讓人驚掉下巴的財務數據。作為曲江核心運作平台，曲江文控營收居然出現了斷崖式慘跌。2021年的時候，這家公司年營收還有241個億，結果到了2025年，居然只剩下了可憐的70個億，整整縮水了70%，那就是膝蓋漲。旗下6家上市公司更是一個比一個慘了，慘不忍睹。在2021年到2025年這5年間，累計虧損高達92個億。除了華人藥業還賺點錢，其餘5家整整連續虧了5年，也就是年年都虧，更別提搞連鎖零售的人人樂，直接負債率飆到了189%，徹底嚴重資不抵債，已經退市了。遊客去大唐不夜城看免費的不倒翁小姐姐，看玄奘法師扮演者，他們買個肉夾饃，住個快捷酒店，喝杯奶茶，這些錢確實進了西安的口袋，但絕大部分是進了沿街中小商戶的腰包，而不是直接變成曲江大集團的利潤。曲江集团能拿到的其實就是那點商鋪的租金。更悲催的是，薛岳等前員工透露，這幾年行情不好，商鋪長期欠租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催收人員腿都跑斷了，天天跟商戶打官司，也根本要不回來錢。實際上賺了人多，賺了個人氣，賺了個吆喝，但是沒賺到錢。因為大家知道，很多媒體報道，節假日去大唐不夜城去那兒玩的人都是勒緊褲腰帶，只花門票錢，甚至門票錢都不願意花，在那兒拍個照就走了，跟不倒翁小姐姐握個手合個影就走了。這個商家跑到垃圾桶一搜簽子，那簽子都少得很可憐了。以往那個簽子不就是賣臭豆腐嗎？羊肉串這些東西嗎？好歹你吃點這玩意兒，現在這玩意兒都沒有了，垃圾桶裡沒這東西，也說明什麼？遊客連臭豆腐都不吃了，勒緊褲腰帶在那拍個照。所以商鋪不賺錢，曲江系他靠商鋪租金，他哪收的錢？所以說問題在哪兒？大家自己有數。而曲江系過去真正的暴利來源，房地產和景區基礎設施建設，隨着這2年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徹底涼涼了。原以為能賣地賺個幾百億，結果土地出讓預算年年完不成。原本計劃賣106億的地，實際上只賣了24億，完成率連1/4都到不了。也就是你把地標的價格沒人買，買去幹什麼？賣不掉。現在土地市場、房地產市場什麼情況？大家也知道，錢賺不到了。但以前為了建景區，鋪攤子欠下的高額利息，每一天一睜眼可都是在利滾利，利打利。南方周末說，第3部分，官場地震與金融圈的2根煙3句話。除了經營上的暴擊，更要命的是管理層的人事大地震。
聊到曲江，就不得不提一個核心人物，叫姚立軍。這位老哥在曲江深耕10多年，人送外號九門提督，是主導曲江模式的絕對核心。當年他非常自豪，曾在北大演講時吹噓說大明宮開發難度極大，但他們硬是砸了130個億，完成了10萬人的搬遷拆除。你看，這就暴露出曲江模式的根本死穴：重資產、大投入、高槓桿。這種玩法在經濟大潮好的時候能起飞，一旦3大條件不具備，就只會變成盲目舉債的老路，高槓桿、高周轉。結果呢？2025年2月，陝西省紀委監委公開點名姚立軍因為盲目舉債、鋪攤子、上項目，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被嚴肅查處。緊接着，金融板塊的內鬼、大唐不夜城公司的商業老總接連落馬，老大進去了，公司形象垮了。金融機構可不是做慈善，一聞到危險的味道，立馬開始雨天收傘。金融機構就是雨天收傘。很多人都知道，有大型資管公司的員工直言，早在2023年，他們就内部拉黑了曲江系，絕对不再買他们發行的任何債券。這裡我再插播一下，早在2019年或者20年，有很多金融機構就已經接到了通知，不要給某大貸款續債。恐怕很多人在網上恐怕有所耳聞，所以有些人早就判斷某大要爆雷。南方周末報道，這個曲江系也一樣，當地的商業銀行都已經接到通知，曲江系借債那是不再借了，因為有借無還了。絕對不再買他們發行的任何債券。以前人人高攀不起的曲江，現在成了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燙手山芋。這就導致了一個在金融圈廣為流傳的黑色幽默。一位專門負責西北催收的債權人周越調侃說現在去曲江系公司要債，流程基本上演變成了2根煙3句話，就把你打發了。這都是劇本。剛見面遞根煙，說第一句您好，對方財務嘆口氣，回第二句沒錢，催收員無奈再抽根煙，起立說第三句再見，2根煙3句話，6個字，就是這麼絕望。各家銀行、租賃公司輪番上門，一波接一波，但曲江是真的拿不出真金白銀，只能求爺爺告奶奶談展期，把大額還款往後延，用時間來換空間。到了2020年6月，曲江文控甚至破罐子破摔，直接主動終止了自己3A 級的主體信用評級。這在專業人士眼裡，說白了就是為了掩蓋經營風險，規避評級被強行下調的負面衝擊。這一套關注房地產的人都知道，在幾年前很多房企爆雷之前都是規避評級，有的主動不讓評級了，因為你一評級就下調，一下調就是惡性循環，所以乾脆不讓你評級。但是不評級有個壞處，你要不評級，你就別想發債是發不出去了，那就是破罐子破摔，惡性循環。南方周末說，割肉自救，政企分離的大手術能成功嗎？事情鬧到這一步，靠曲江自己肯定是活不成了。要知道，曲江新區管委會一年的公共預算收入才35個億，而光曲江文控一家公司的債務就高達1698億，拿35億去還近1700億的債，還利息都夠嗆，不吃不喝不發工資也得還上50年。怎麼救？西安市政府終於下了狠心，準備動一場徹頭徹尾的大手術，政企分離。在西安市的“十五五”規劃綱要裡，明確寫了一行大字：曲江新區將逐步轉型為市級文旅產業集團，社會事務管理事務移交行政區管理，也就是新區就變成一家公司了，你只管這個文旅產業，而跟市政市老百姓吃喝拉撒這相關的這些民生相關的，你这种行政管理職能沒有了，剝離，這就是政企分開了。這就是要把以前纏繞在一起的亂麻給一刀切開。以前曲江新區管委會跟底下的企業是不分彼此的，管委會要建學校修馬路沒錢怎麼辦？讓底下的企業去銀行借，企業變成了管委會的融資工具和施工隊。現在政府的歸政府，企業的歸企業。未來轉型後，學校、醫院
這些公益項目欠的債由政府接手，而企業自己在市场上投資虧的錢，對不起，劃入新成立的文旅集團，通過市場化方式去跟債權人談判，要麼展期，要麼打折。政府再也不給隱性債務做擔保。這還不算完，社會事務也在打包剝離。以前曲江管委會龐大無比，管着幾十所中小學，社區實有人員將近5000人，其中絕大多數還是沒有編制的編外合同工。目前已經有20多個社區的社保、民政等社會事務正式移交回了行政區雁塔區管理。這場大刀闊斧的改革雖然能切斷債務的惡性傳染，但對於那數百家面臨重組的曲江系企業以及幾千名編外員工來說，接下來的日子恐怕是一場漫長的寒冬。16年前，当時的曲江一把手在電視節目上意氣風發，主持人問他把文化當成大生意來做，什麼最重要？他自信地在黑板上寫下文化、旅遊、城市。主持人問他為什麼沒有寫政府和資金，他笑着說，資金我認為不難，除了當年大雁塔北廣場缺過錢，後面我就再沒缺過錢了。錢不重要，時移世易。16年後，正是他当年認為最不重要的錢和債務，把這個龐大的文旅集團壓得喘不過氣來。曲江的模式沒有輸給遊客，他只是輸給了盲目擴張的野心和高槓桿的時代。希望這次浴火重生的文旅大集團轉型，能讓那個大唐盛世的文化符號真正健康地走下去。這就是南方周末7月1日的一篇報道，我把重要的部分給大家念了一下，實際上它比這個很長。那我也要談到我的看法，實際上看上去是文旅加地產的模式的破滅，這個沒錯，因為房地產現在低迷，本來是靠賣地回来還這些錢，這樣滾動下去，只要地價還在漲，只要地能賣得出去，那麼它可以一直滾下去。但是现在房地產低迷，房子賣不掉，這個地就賣不掉，地的價格在跌，那這個模式就滾不下去了。但是這只是表面原因，真實的原因什麼？那還有，難道文旅加地產就必須是房地產模式嗎？其實不是，你照樣可以通過運營、門票、經營收入給遊客提供好的體驗，讓游客在那多花錢，把錢留在西安，這樣實現盈利也是可以的。那現在恰恰趕上什麼？趕上消費降級，社零數據都是負增長，實際上就是遊客願意去玩，願意去打卡，願意去看不倒翁小姐姐一大堆的，但是他們可没願意花錢，他們兜裡沒錢，他們不想花錢，他们只想去拍個照。大家玩還要玩，但是沒有錢，這就是真實的現狀。那麼怎麼解決這事？我們每年一到小長假、節假日，出行的人數都是在創新高，但是人均花費卻在下降，一年比一年低。這已經說明問題了，大家都不去住酒店，大家不行就住帳篷，有的甚至連景區的大門他都不進去了，門票他也不買，他就直接在門口拍照拍視頻，完了就來了紀念，遙望一下自己的母親河，遙望一下這個美好的大山大河。反正這個按照張維為老師說的，這都是咱們的，是吧？你看一眼就得了，這個花錢看自己的存折一樣，你每次打開存折，每次手機去看一下自己的餘額，你還要交錢，這就沒必要了，是吧？所以說這個大家很難辦，大家都不願意花錢。那很多景区也沒辦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景區就把門口攔起來，不讓你拍照，你想拍照非得花錢進來，或者把景區沿邊的把挡板給它擋上，讓你看不見，你想偷看沒門，你就得花錢看。虽然大山大河是你的，但是你不能隨便看，看了就要交錢，那沒有辦法。所以這種紛爭非常多。前不久泰山管委會不就把泰山用刀片式滾筒鐵絲網給它圈起來了嗎？而且我做了節目，我說泰山管委會非常的冤枉。為什麼？因為像景區這麼幹的多了去了，還有很多人什麼修小廣場，修什麼老幹部療養中心，一大堆都是的，你們不去找他們麻煩，我這搞個這個玩意才2000萬，你們就是逮着不放，少見多怪，是吧？青島崂山人家也幹了，你看青島崂山也拿一模一樣的鐵絲網，刀片似的，
就像現在俄烏戰場上，邊境線正在用的那種東西用在景區，那怎麼沒人去找他呢？所以說，那這麼一說，大家知道景區為什麼不賺錢，旅遊為什麼不賺錢？他把咱們大好河山圈起來，就這個他賠錢，那是為什麼？所以說你不能全怪房地產不行了，說房地產不行拖累，那只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第一个我刚才已經說了，咱們消費者遊客勒緊褲帶，因為大家口袋比較癟比較空，有的人兜比臉還乾淨，但是他要玩，他也要出去坐綠皮火車到那地方玩，最節約的方式出行，消費不行了，沒錢。第二個是什麼？第二你就是管理，你把錢搞到口袋裡面，你怎麼花沒法去監督，大量的錢不知道花哪兒去了，花在刀片式滾筒鐵絲網上面，裝它的時候要2500萬，拆它難道不要錢嗎？還要錢，一裝一拆，這個多少錢就流入了相關人員的口袋，變成了他們的收入，變成了他們的綠票子，變成了他們家人在國外留學的學費。那找誰說理去？所以你看，你要這麼整的，怎麼可能賺錢？怎麼可能有利潤？所以你看，不是曲江文控一個地方不賺錢，你看看所有的上市公司，旅遊行業的，什麼張家界，什麼峨眉山，現在是不是業績都越來越差？旅遊類的上市公司業績好的非常少。按道理來說，你把它圈起來收費，還能把自己收窮了？對，現實就是這樣，他就收窮了。你有什麼辦法？沒辦法。我記得張家界是吧？投資了一個什麼？大庸古城20億投下去，這誰決策呢？不知道，搞不清楚，也是文旅加地產，這個20億花下去，這有多少錢到了相關人員的口袋，這也不知道。但是20億形成的資產現在沒有用了，只有停車場還在運營。為什麼？好多人自駕跑那去玩，沒地方停，把車停到停車場，1小時幾塊錢，就唯一的能夠把這停車場給養活。就到這個份上，你說這20億不就打了水漂嗎？打了水漂還好，無所謂，一次性壞賬計提，後面他還要救啊！當地政府不甘心，那畢竟是國資在裡面，好，又得找人來救，又花錢，花幾個億，想把它盤活，幾個億又進去了，這就是不停的加倉，這就是像地保一樣的，地保那就不停的加倉唄，那加倉是賠的就更多，你加的越多，賠的越多。所以最後我們再說一說曲江模式，這樣政企分開，這些都只是權宜之計，不能解決根本。你把它剝離，跟政府剝離開，讓它自負盈虧，這個可以的，讓它自己背自己的債，讓這些銀行自己考慮考慮，你願不願意給他貸款，給他展期，給他融資等等，這都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了，市場化。但問題是在哪兒？問題你剝離開之後，曲江文控到底屬於誰的？這個文旅集團到底所有制他是誰的？誰對他負責？誰真正關心他？所以說，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你只會永遠是賺了人氣，不賺錢。我們再引申看，不光是文旅行業是這樣子，不光是旅遊行業，其他的行業差不多大抵如此啊，都是花大頭的錢不心疼，都想花大頭的錢。這就是加州老師為什麼心心念念的要搞大頭，他自己不往大頭交，自己盡量給大頭少交一點，自己把換成綠票子搞到美國去買房，但是他號召，對不對？他呼籲他的朋友們，他的粉絲，要搞大頭。你說都是這樣的人，怎麼好得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